伊塞克湖温泉池。水中的治疗效果取决于其机械效应和热效应。水对人体的压力增加流向心脏的血液，为心肌活动创造有利条件。心脏功能改善，肌肉腱放松，肌肉收缩减少，疼痛感减轻。主动游泳对心血管和神经系统有良好的作用，激活呼吸，改善肺通气，恢复身体虚弱的功能，增强其抵抗压力的能力，增加免疫力。游泳和治疗性运动的适应症、心血管系统疾病、脊柱变化、神经系统疾病和损伤的后果。伊塞克湖温泉池